他也能行。此地女子，不心当婚，我做亏。不辞冤。哎，黑人庙推官事业，所以焦桂英被我亏休妻，在黑人庙内事业生马生。黑人也证了他的塑造，命安去到边境，做那我亏文婆前来与他争争。焦桂英哪里来？也证了你的素操，带你去到边境，做那王魁去做。到此，一有公文发票。黑人也张下了公文令啊，不王贵其他人。
来